你有冇諗過用滑鼠都可以用到做手術呢？嗱，英雄聯盟 LCK 級決賽就喺香港體育園正式上演。講到英雄聯盟，又點可以唔提年薪超過300萬美金嘅 Faker 呢？你就覺得好爽，打下機就有300萬美金。但係睇翻資料，佢背後付出唔少代價㗎。訓練時間超長，令到佢右手患上咗腕管綜合症。其實我哋都市人上班族咧都有呢個風險㗎，因為長時間使用滑鼠，腕環韌帶勞損後化，壓迫住正中神經。如果不幸患上呢個症咧，就會有刺痛、麻痹，甚至有電擊感。好多患者甚至半夜都會痛醒，最後就好似 Faker 咁需要做手術。咁點樣處理佢嘅情況，令到佢唔好加劇，或者甚至令到佢會好啲呢？喺使用滑鼠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向上咬咗嚟做。用嘅時候盡量令到個手腕水平，例如滑鼠用嘅腕墊，又或者人體工學嘅滑鼠，都會幫到好多手減少勞損嘅情況嘅。咁向伸展方面咧，我哋就分咗兩大類。第一類咧就係肌肉嘅伸展，第二類咧就係神經嘅伸展。呢兩種伸展做得夠咧，亦都會幫你減少咗腕管綜合症嘅機會嘅。處理呢個情況咧，就可以做以下呢3種運動。follow 我哋嘅 page，如果有啲咩 topic 想知道嘅話，留言話俾我哋聽。